中國人你好啊，我係香港著名愛國作家曹聚仁嘅外孫女，國家2級心理諮詢師張老師啊。無論你而家喺邊度啦，香港回歸祖國呢個喜訊呢，我都要同你分享㗎喇。過去嘅歷史好似枷鎖咁樣，因為歷史嘅因素，我哋呢被逼成為人哋嘅養仔。但聖經路加福音4章18節應許，被擄嘅得釋放，受壓嘅得自由。回歸令我哋呢得到真正嘅自由。因為箴言21章1節咁樣講，君王嘅心在耶和華手中，天父一直掌管歷史同命運㗎，而且詩篇121篇4至7節仲咁樣承諾，天父係唔瞓覺㗎，佢唔瞓覺㗎，保護我哋免受災害啊！而家天父呢，正用滿滿嘅愛守護佢嘅兒女，所以呢，等我哋一齊祝福香港，領受天父嘅愛啊！